在我们实体的聚会当中，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也与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施恩给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将晚上的时间渴慕的奉献给你，也渴慕的心灵来到你面前。我们这样祷告的是奉告主耶稣的名，阿门。尽量的这边。好 ，OK。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在今天晚上的聚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是欢喜的，我们的灵是渴慕的。阿们。请求父神今天晚上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一起求圣灵赐下渴慕的灵，我们专心的仰望上主，求圣灵帮助我们敞开心，求上主从天而降，在现在，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来读诗篇130的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好，诗篇继续33篇的他们要把节打出来，没有关系，我们来读。来，请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我也仰望他的话。好，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宣告，我们的灵安静在神的面前，来等候我们的主，我们的心单单的来仰望他。求上帝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聚会中向我们施行他的大恩典，使我们在神里面得恩惠。请我们安静自己，让我们的心渴慕神的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求圣灵掌管你，掌管我们今天的聚会，也为自己能够得到恩典开口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能够领受他爱的激励，领受他的爱。尤其在这个疫情增温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还是渴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请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为自己跟神的关系来做祷告。我们求天父裂天而降，我们求上帝的爱，上帝的灵充满浇灌我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渴慕宣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们等候你，带着渴慕的心，我们渴慕神来到我们当中的灵，是渴慕的，我们的灵是渴慕的。我们求圣灵来浇灌，充满我要回转归向你，求你纪念，愿生命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多降临，震动这地，使万民敬畏。
我们的心单单的来向着我们的主祈求。圣灵自己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回转归向他。我们迫切的跟神求，愿圣灵的风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要紧紧抓住，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降临，降临这里，使万民敬畏。愿你天天和降，天天和降，降临这里，降临万国万邦。愿你天天和降，天天和降，使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愿你天天和降，天天和降，降临这里，降临万国万邦。愿你天天和降，天天和降，使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愿你天天和降，天天和降，降临这里，降临万国万邦。愿你天天和降，天天和降，使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求上帝的灵浇灌我们，眺望我们，复兴我们。我们求圣灵也再一次的赐下渴慕的心灵，我们的心能够敞开。我们开口歌颂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灵被激起，是活泼的，在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福。我们再一次的将自己摆上，我们开口来祷告。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还有一段诗篇71篇的第5节，我们一起来。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
靠的。在这两段的经文，我们的上主是我们的神，我们来赞美，因为他向我们施慈爱，在我们当中掌管我们。特别在我们忙碌的日子，这个礼拜以来，我们又在疫情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在不安恐惧当中迎着依靠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求神再一次的透过我们愿意来赞美他，感谢他，我们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灵掌管我们的心，感谢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所依靠的上主。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在座这个空间，你的圣堂，求你降临在这里，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真的在你成为圣洁，来仰望你，亲近你。求你复兴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呼求神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求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更新。我们更求上帝带领我们领受他的大爱，复兴我们。我们一起来求圣灵赐下这样子的恩典，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使我们倒空在他里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我们求神透过他的爱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大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在我到你宝血里面，你从心存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在他宝血里面进入他里面，上帝的爱也进入我们当中，耶稣的宝血来洗净遮盖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倒空自己，让我们今天晚上来谦卑寻求神的怜悯，让我们今天能够真正的得着神的力量，我们的心的释放。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你所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
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刚刚我们读过的诗篇38篇15节，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求神来扶持我们每一个人，凭着信心为自己的软弱祷告，为自己信心不足祷告。我们求主爱浇灌更新我们内在的生命，让我们内在的生命跟外在我们的生活能够在神里面蒙福。我们开口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你的恩典。主，谢谢你，这个时候你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你要用你宝血大能来遮盖我们。我知道你要用你的宝血大能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你应许我们，当我们开口向你祈求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自己信心不足，我们更渴慕神你的爱，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来更新我们，赐给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在你的爱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在你爱里面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活过来。我们感谢赞美你。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总有罪和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我们呼求上帝的怜悯，再次的呼求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爱里面，让十字架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他的光里面。再一次的来祷告，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和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更新我生命，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更新我生命，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施行大恩典，我们的主，以你慈爱浇灌我们的心，以你的能力引导我们转向你，走在你真理的正道上。我们这个时候谦卑寻求你，我们也同心开口赞美你，我们也在灵里面合一，献上感谢。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恩典无限。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宣告，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以及线上的富强人，我们是一群信心的勇士，阿们。我们宣告，我们是一群上帝特别恩典信心的勇士。信心的勇士是要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要更新我们的信心，神要赐下突破的信心在你我当中，神要赐下突破的信心在你我生命里面。那么我们当如何来运用这个信心，就是突破的信心呢？什么叫做突破的信心？第一个，
是能够突破障碍。在你生命艰难，在你生命碰到很多的障碍，我们能够突破的信心。突破的信心，那是无限制的信心，是为神国带来更大的作为的信心，是无限的。我们能够因着神加给我们信心，我们能够带动更大的作为。神的力量会在我们身上彰显这种的信心。所以约书亚记的第1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凡你们，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好，这段的经文，当时以色列人仍在约旦河东。好，我们的约旦河东与应许之地是相隔的。但是当神呼召约书亚眺望去观看那个约旦河对岸的时候，约书亚就在当下，因着耶和华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他就抓住神给他这样的应许，也抓住这个应许是要带给以色列百姓的。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突破的信心最重要的第一个，那就是抓住神的应许。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约旦河的对岸那一块地，那个迦南地是神要赐给他们的，所以约书亚就抓住这个应许，带着以色列百姓要往前走。应许是能使一个人在事情还未发生之前，就相信神所要成就的事。应许是能使一个人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相信神所要成就的事。即使前面有障碍，即使前面有困难，即使这个应许还没有发生，但他的内心仍然相信神要成就的事。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许你只看到你的障碍，也许你看到你的困难，也许你这个时候因着这一些的挑战，你就信心不足，摇摆不定。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突破信心当中迈向前去，经过约旦河来支取神所要给我们的应许。另一方面，反观来看，当约书亚跟迦勒他们去到迦南地探那个地回来，回应给摩西的时候，他们面对当时的挑战毫不动摇。他们眼中没有看见迦南地那一些巨人，他们相信这个地方神已经为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预备应许之地了。所以你我们都可能，我们都会经历许多的挑战。关键上是我们能不能在每一件事上看到神的应许，我们能不能在看到神的应许当中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即使我们真的是现在很大很大的难处，我们仍要学习约书亚的信心，抓住，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会带领他以及所有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因为他相信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好，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5章的第2节，我们一起来。所占的这恩典，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是的，我们是借着，我们是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里，因着我们的信，我们欢欢喜喜得着上帝的荣耀，更因着我们的信，我们抓住神
相信神必能赐下能力，使我们超越所有的环境，使我们越过所有的状况，我们能够因着神、依靠神站立而得胜利。好，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3章的第7节。好，我们慢慢的读这段经文，我们慢慢的思考。预备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好，这段经文，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神拣选成为他儿女的人。我们要知道，神会使你尊大。在这段经文里面，这是神的应许，所以邀请我们再一次的要以信心来抓住神这个应许，并且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把握机会，我们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从今日起，耶和华上帝爱我们的神会使我们在众人的面前真的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祝福。众人面前，在众人的眼前尊大。所以当我们抓住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如约书亚一样的信心，我们都能够经历有神同在的彰显。阿们。因为我们没有抓住这个应许，我们没有进到这个应许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验神的彰显，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众人的面前让神来让我们尊大。神这样祝福我们，我们要相信神绝对会坚固我们，赐下突破的信心。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神会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难处。我们要宣告，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赐下突破信心的神。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谈到，我们的神是走在我们前面的神，他是走在前面的，他要带领我们，他看顾我们。我们的神是在我们的头上眷顾我们的，他在我们的头上遮盖我们的。就如刚刚我们唱那一首诗歌，神透过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生命里面遮盖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神要成为我们的旌旗，他是我们的保护者。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相信永远活着的神必定伸出他的圣手来牵引我们。阿们。你相信吗？期待今天晚上约书亚记3章7节，我们在众人的眼前，神让我们能够尊大，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信心进入在我们里面，刻在我们心板里，我们神的宝贵。我们来读，再读它一次好吗？预备起。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透过这段的经文，神是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尊大的神。神永远是走在前头，神永远是我们的遮盖，他是我们的旌旗。愿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来确信你是我愿意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我们神的祝福。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啊，感
谢你丰盛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把恐惧来到你面前，让罪都留在世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带领丰盛的应许，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父神，我们宣告，我们相信你的圣手要来牵引我们，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的宝血，再一次要救赎我们，让我们在万人当中，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儿女，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里，在众人的面前因着你，我们被尊荣。我们要感谢，我们相信你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也要宣告我们的神，他是我的救赎者，他永远活着。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把我做我。我们来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是我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再一次来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把我做我的。好，一起来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们宣告，我们的救赎者永远活着。这个时候，为了台湾的平安、疫情的增温，我们一起来祷告，也更为着乌克兰、俄罗斯两国的战争，求神自己怜悯、干预在这个战争当中。特别我们来为我们下一代主学提摩太的学生们，他们的信仰、生活以及他们的学业，还
还有品格。尤其疫情的过程，让他们在校园里面的学习有很多的变数。我们开口一起来为这3件事情来做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要谢谢你，在你恩典里面，你是救赎者，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个时候要为了台湾的这些经济的发展，以及正问求神你的意。我们也为了俄罗斯国的这样子，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求你在这个两国当中兴起你的爱，你的圣手在这个两国的执政者以及百姓当中，天父上帝，真的要为了主选犹太的学生们，他们的学业生活，他们的信仰品格，以及在校园里面的学习，在这个疫情的过程，求主特别的支持，特别帮助他们，永远活着，爱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无穷尽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谦卑的虚心恳求你，再次赐下坚固的心，好使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上抓住你，专心的依靠你，并能荣耀你的名。谢谢你赐下你的灵，日日帮助扶持我们，使我们面对困难艰难的时候，因着你，我们能够转眼归向你。也承认我们的软弱需要，以及信靠你的指引。我们需要你的智慧，我们需要你重新赐下力量给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天父上帝，我们相信你一直期待你的儿女们能够单单仰望你，信靠你，在你恩典中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命定。我们这个时候同心的呼求天父，也求你侧耳垂听我们众人今晚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赐下和平，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两个国当中，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降在两国中间，求你眷顾乌克兰的百姓，在战争恐惧生命危机中赐下你平安的心，以及眷顾在他们当中。也恳求天父将怜悯爱的心怀赐在俄罗斯的执政者在位的每一位身上，恳求俄国的执政者能够因着你的爱，能够放下转离一切的仇恨，使这战事快快止息。天上的父，谢谢你体贴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并将救恩赐给富强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祈求天父赐下渴慕的心，让我们时刻爱亲近你，让我们的口常常赞美你的大能，也赐下火热的灵，使富强教会你的儿女们愿意为你的福音委身服侍，来经历你能力的彰显。因着你是行慈爱，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活在你恩典中，时刻的荣耀你圣名。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祷告是奉复活的救赎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宣告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里的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
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主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主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主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亲爱的父神，虽然疫情又一波再起，但是我们仍然齐聚在你的圣殿。主啊，感谢你，2年多来，我们经过一波一波疫情的危险，但是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到现在。神啊，我们当中曾经有忧虑，曾经有危险，也曾经工作生活受到影响，但是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也确信你要赐给我们更加平安的心、坚定的信心，来度过最后一波疫情来的攻击。不是我们比别人健康，或是比别人更有免疫力，而是在你的恩典下，我们必定能够平安来度过。求神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有主给我们依靠。神啊，求你保守我们，无论在现场或者在我们的连线当中，以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长辈、我们的幼童，他们能够得你的保护。主啊，忧虑、烦恼、不顺利、不平安，难免会侵扰我们。但是主，求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在主里面，我们必得着真正的平安。愿神赐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着力量，也从彼此的激励带导当中，得到真正的恩典跟赐福。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的同工，服侍的同工，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给隔壁祝福一下，说你必平安度过，好不好？感谢赞美主哈。不是我们坐在这边的人哈，我们都有勇敢不怕，是因为我们有心理准备，好不好？我们知道啊，反正最后这一里路一定要走过的啦，这一路要走过，就好像外面下大雨你要回家，反正要淋到雨啦，只是不要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就好哈。那神给我们信心跟力量，知道说我们要度过这个难关，我们就能够平安开放哈。不过还是请大家要保重哈，小心，让我们在我们今天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家里啦，或者亲人啦，或同学啦，有人染疫，所以必须要留在家里面哈。我们需要能够有心理准备。我听到北部的教会有的教会就很多弟兄姐妹感染了哈。
那求神怜悯啦，我们大家都平安哈，大家能够健康。那我们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了哈，难免因为疫情，有的母亲她可能有点顾虑就不能来。不过如果大家弟兄姐妹大家不受影响的话，欢迎来聚集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哈期待我们为每一位母亲的妈妈献上祝福跟祷告哈。那再来我们就求神带领，有的小组呢，有的团契他们就暂停聚会，但是希望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性、我们的连结都不会受损。特别我们有 RPG， 这个时候最好的时间，大家彼此连线大家彼此带祷哈。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要小组了哈。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好，我们给隔壁做妈妈的说预祝你母亲节快乐，好不好？先祝他们母亲节快乐。哎，母亲节快乐哈！大家平安哈。好，大家开始小组了哈。尽量不要吃东西不要摘口罩就好，好不好？